好，今日一些困过後啊，轉到福建來咧節目嘅現場咯，今邊係拜日好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同大家傾下來關心到康健嘅話題。今邊嘅為大家來倡導嘅係陪伴咯，來大家來講到嘅係關心向嘅大家相關嘅問題。頭先有大家來講到了解簡單嘅手術，韓國了解心臟好大嘅手術。太手術了解問題當然是好太多嘅，了解照顧嘅部分後背嘅照顧可能是更多咧你先來大家來講下了解好簡單嘅咧，是了解頭先講到不用了解血檢假韓國解改那種好簡單嘅手術，2年是做得全部下血困咧是好好保養之後咧，有推然過後轉到下過後，有其他嘅是講如果是用高血壓，因為古天來使用嘅嘛你嘅從安樣嘅情形愛嗎？係講你本身你其實你做了心臟支架嘅部分，專業是這心臟會可以解到像抗凝劑嘅部分，本大家學。係了是這你是解抗凝劑嘅時節啦，當因講嘅血流血是會過去，它會被凝固。所以是抗凝劑啊，用抗凝劑大部分因血的時間是冇乜問題啦，係就當多係副作用，先同大家講，相信朋友大家講所以你了解轉到我下個係 NPC 都係固定時間啦，當然你做個愛食，就每個了解血檢地位都有個測到嘅，係，還有你講你係副作用也就是你種係容易可能有副作用有多少都有一點點，佢主要的功能就是讓個血膜凝固嘛，所以你可能對到是這個血啊，什麼流好嘅，因為對到也係有乜個上血嘅時間，講到會出血咗，有時間需要用鉗咧，幾時會止血嘛，佢哋會好糾掉，因為有時那種係肉，所以鉗好糾掉，因為它凝血功能好唔好，所以佢鉗好糾掉，容易出血嘅時間就會誤降貴片啊，佢係講有種因生牙齒嘅時間，你生牙齒嘅時間牙齦也會出血。生牙齒嘅下，用嘅時候會點出血嗎？因為看下係講你牙齦有出血的情形，所以可能牙刷係不是軟毛牙刷，會好注意對我用。它有種因可能有嘔嘅時間，你嘔出來的東西係咖啡色咧，嘔出來的東西係咖啡色咧，係可能係因為會出血，它有可能有種因係嘔血嘅，即係嘔血有血，嘔血會帶血啊，會帶血，它有種因嘔血會霧色。佢係霧色，也係紅色咧。係講係霧色嘅時間，可能係會出血，你好難過。佢喺度下條血，其實個血是會變，見到已經變色啦。用係講有痔瘡，係講你直腸嗰邊有問題嘅時，流出來嘅血就會紅色，因為好困嘛，出來是道咧，還是會是紅色咧。用好，但是好注意嘅部分。你疼痛嘅時間，你行路嘅時，可能嘅咁會衝到，所謂誤嗆啊用，要好注意對哇用。好，所以你一講到你按到嘅未冇算多啦，即係好顯面嘅副作用嗬。咁嗰啲係你講到嘅好顯面嘅副作用，你嘅使用嘅加減是為要啦。假使講愛啲下本身是按樣嘅肉嘅，它就當顯面當送上嘅兩個副作用嘅時節，我其他講有送上嘅感冒。有時節我做得血瘀人，叫血瘀人，然後醫生講我你做個咩事係其他天體人用翻去。懂得其他天體你建議係講你屙屎嘅時節有血，你所以叫做看門診到醫生本身上看，我下去咧嘛到底，同我已經講你下屙屎可能有條血，會來看下觀察下。咁你講你自己肉是天體，你天體可能個血經有同樣嘅尺度，所以你有但是抗凝劑時間有啲副作用嘅時間你所以到門診啊，還有到急診通過線上講，他可能讓醫生評估完之後才自己停藥這樣子。咁樣所以了解我本醫生來做評估啦應該到了解抗天血的了解肉嘅來講算係越種甜也係講其實今日要當多種，其實有當多種，有掉肉像你睇我們講的阿司匹林。佢買抗凝劑，兩種也好會出血，有掉係另外一種就比較不會胃出血，可以調整的。所以可能每一間人嘅身體嘅狀況做得接受嘅肉係冇同樣，假使其他副作用，也係講有啲副作用對你來講可能已經係好艱苦嘅。叫到醫生講，醫生做得可能運用啊，運用啊，也係看係調整肉嘅量，也都全做得。全做得，係總得自家天氣係總得自家天。韓國呢，
得到了解整体各方面吼，当正确写出来吼，本你的医生咪做得底吼，了解讲到了解手术过后，了解部分来注意，还个生活习惯，假使有调整好来，食东西来讲有调整好，应该是还冇问题的吼。了解讲手术过后的保养，你睇手术，行医摆张过来可能办保养，了解平时啊可能有急性的时间吼，你讲显风流，你讲发作的时间吼，了时间吼可能你调整朋友躺清楚，了解救命的事件动冲扰咯，了按样办走。好，你哋下系都有运动啊，下系讲你嚟爬山，下系走时间的时间，你感觉你性管条有啲干苦跟痛，的时间就是歇下，休的时间是不用下来，还是歇下？错连聊下，莫个想讲啊，你下一手头的事情做太长可以工作，唔得，我先聊下吼，聊下可能有干苦有好好对么？系讲冇好好对吼，大部分有性从平的人啊，都有两种的肉，了就救心药，伊可能按习惯。按习惯一点点因哦吼，了动习惯，他那地部的肉啊，伊就病到个什么条下条。什么下头？你讲舌下含定，含着吼，然后你会觉得有点辣辣的感觉，就觉得辣辣。嘿，那5分钟洗一张5分钟洗一张，你洗一张，好像还没有感觉比较好。你洗一张，你连续吃3个，都冇好，你性管条嘛是按干苦的时间所款性上，就都依然都款性上的用型吼，所以了解讲到了系按照硝酸甘油片啦，你按讲都用到什么哈，或是最多是3张哦吼，你5分钟洗一张吼，按用假使还系冇好是夹夹的吼，你时间吼假使顺头冇烟啊用半烟啊吼，你可能自家夹夹想办法，比如讲打电话，当然讲爱炖奶片吼，你到吼是要亲民来承受吼，所以运动讲你爱关心条，来发作的时间处理的方式吼，代替系了到，一个好简单到个让乡亲朋友讲一摆。你做了掉时期，你有干苦的时间，所以歇下吼，歇下，臭能也系来能多的，还是拿你性管条两片，通讯有2种的救心药，大家你都会准备嘛，医生咪开本医，你做得起家去卖吗？卖唔到。你要听从医生要医师处方才那里都会揉吼，那都会时间是5分钟洗一张，洗一张歇下摸喉，再洗停一张，连续可以吃3次，所以3次都没有比较有效的话，就要立刻回去医院挂急诊了哟。嘿，好，你是讲到你急性发作的时间啦，吼，你这个了解处理的方式，也是随心而来大能嘅吼，假使冇太多的时间嘞。也是好麻烦的，好麻烦的，所以是我记得啦，吼，大家本身自家有关心病的朋友，吼，因来减下机会用发起来、听起来，吼，因你大家如果随身带人，基本动习惯啦，吼，随身带人，吼，韩国没有本人提供伊代替病来片，吼，让你出去聊的人，吼，因你讲比如去爬山，吼，比如去运动，吼，你病来本来都从头让你出门的人，吼，低啦，吼，好，你是系你嘅了解发作起来的时间，吼，因你讲到。用办来处理嘅吼，好，嗲到意外啦吼，代替都安用型的咯，代替是安用。假使真紧冇办法，5分钟3粒的，如冇办法了吼，还系冻干苦夹夹咯吼，嗲天发大咧吼，你要看了解救护车嘅送医院咧吼，嗲部分安用来老乡亲朋友来讲到，好，出体了位啊，你讲到头先有讲是了解抗凝血剂嘛吼，你讲剩饭部分自家要好好来调整下，你下调整哦，我都知道对了解讲饮食的部分、食材的部分，你要好好来调整。你下你会建议讲，一般哦，像安用前头的朋友，记得对了解食的部分，吼，应该按用办来注意。好，你讲吼，你也看到都大摆都讲的，都有高血压吼，还有就因为血有好高的时间，我都会吃好清淡饮食啊，吼，特别是从汤的、从油的东西吼。你下现在不是会有油品的问题嘛？大家都会写的无油料理，吼，其实依靠着该食物本身的油脂，可能就在表盖住。瘦肉的时候，我们不是会就是用那个肉去带过那个油，就减少油量的摄取啊。还有对时间来就我们在学甜豆也该通，像我们不常喝可乐那种精致化的糖
那种摄取量就会变得比较多哈，这些都要避免掉啦。吼，那再过来就是要吃天天五蔬果，我们常常在讲的天天五水、当一些5种的青菜跟水果，菜果子还有5种的色，嘿，5种的色来用吼，了掉都会好注意，都有这样子高纤一些食物的话，都要好好的注意这样子。好，在香港都冇油的料理哦，其实唔难的吼，你做得到大家记一只理啊。冇油料理吼，从伊倒啊吼，平常摆去做了个料理。上来就大部分，就上来就煮个鸡腿排啊，我就个披线煎下去，那个油都在那里炒菜，都在那里炒买东西，还了掉时间，伊是不是加另外的油脂？不是个像讲人外啊，用了个油嘞，然后是都在好。一个是省钱啦，一个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其实还是要注意啦吼。像早狗咧讲的，细节色款吼，你本身就有点高血压，还有痛风的问题，还有讲有血乳沟的问题，因为大白可能1感炎、2感炎，一起了后抽血，要去验一下血脂肪的一些浓度啊，有来看下，因为血乳又好够对么？那你还是要养成维持运动的习惯为运动吼，也蛮好重要的部分。早狗咧是戒烟跟戒酒啦。染酒嘛都懂得咯，染酒都懂得了吼，然后还有预防冠心病的好大问题啊用。好，所以讲预防冠心病，台湾冠心病嘅来讲，头先讲到咧吼，那个天气检查那个血嘛吼，抽血嘛吼，那个润透，那个讲纤维质补充吼，韩国咧是系染酒全部懂得咯，提倡乡亲朋友吼，韩国呢吼，你平时去去人转去做检查吗？你下是时材料，所以每年都会有定期一次健康检查嘛，吼。系讲你有性虫病的问题的时间，可能伊感染，所以转去看心脏一摆，看你的性虫该血管有痛么，还有出血该血有够么，然后都会检查，定期反诊这样子。就差不多头先讲到半年、1年转去检查一摆。你挑选你走心导管检查的时间，可能你这个礼拜就要回来看一礼拜看门诊，后面系冇买问题，些个膝盖就慢慢会拉长，放松对，还用系感炎、3感炎好，按讲到啊，天时好，记得要种少暖来哦，莫嚟按前2点啊，天时少暖这样出门，比如讲去运动，日头出来哈，就少暖都要这样出去运动，韩国呢要监控那个血压嘅走变化哈，讲未讲运气，讲天时晴很晴嘅，重新那个血经收缩啊，那个跟冠心病就卡起了，基本东西冇陪我来到你嘅现场。希望大家，希望大家。好啦，先嚟聊下咯，家下咪強到啊，聽到你運動線上強下來，好好做運動，希望大家。